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联合卫视公告，欢迎收看6月8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由行政院所提出的前瞻计划，因为引起各界质疑，所以总统蔡英文将下令中央官员拢爱到地方开说明会，让民众清楚了解。而全国第一场说明会就选定咱台南市东区举行。政府所提出的前瞻计划，因为甲人民沟通无够，引起真侪质疑。总统蔡英文日前要求中央官员爱前往全国各地举办说明会，让人民了解计划内容，进一步得到多数国人的支持。全国第一场的说明会，就选伫咱台南市东区来举办，向关心建设的市民报告绿能、数位、水环境、轨道、城乡建设、这5项建设的主轴。小英主席下达指令，希望我们能够下乡跟人民说明前瞻基础建设在做什么。人民是头家哈，所以今嘛是甲头家报告讲咱要做的工课所以这是我在这个周末以前会办6场这样的公听会从今天出席的人看起来，其实台湾人民是很关心的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开始，就是让台湾人民知道政府在做什么，我们全民一心来建设未来，建设台湾，这绝对不是再留子孙，这个是建设未来。伫东区的首场说明会，邀请国家发展委员会副主席曾旭正，以及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副主委王博忠来到现场，甲民众说明。后续伫台南也有5场要举行，分别是9号上午9点伫安平区华平里活动中心，10号上午9点伫仁德老人文康中心，10号下晡3点伫永康区胜利活动中心。11号上午9点，伫嘉义仁爱国小，以及下晡3点伫新营国小。主办单位欢迎关心国家建设的朋友做伙去了解。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议员张世贤日前伫艺术厅质疑市长赖清德是反中国、主张台独，结果市长反驳强调伊的立场是亲中爱台。而对这款言论，上港议员赵伦介再次提出甲市长辩论，强烈质疑市长是要安怎独立，而且不管未来担任什么职务，敢拢会继续主张台独。针对市长赖清德日前伫艺术厅表达亲中爱台的言论，议员赵良介批评民进党对着这句话有无共款的两套标准。若是由国民党所讲出来，这是会为国民党致上亲中卖台的帽啊！要求市长针对亲中爱台提出解说。马英九讲总统8党的执政真简单啦，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安尼合做亲中卖台，你安尼讲2句你合做亲中爱台。恁囝若放屁就当咧大，阮囝若放屁就当啊咧烂。你选2套标准呢？你安尼我就感觉无欣赏。应该是讲就事论事，如何亲中？你要安怎亲中？亲中爱台，我阁讲一遍亲中爱台是以台湾为核心。向中国伸出友谊的双手。议员赵良介指出，总统蔡英文的民调会下降，就是因为大部分的人民无满意蔡英文对着两岸的处置。因指出，一旦宣布台湾独立，就必须面临着战争的威胁。这阵市长赖清德到底是要安怎进行台湾独立？先导大家共同面对，要安怎独立？你要安怎独立啦？你注意听嘛。你著讲几啊遍啊，搁来注意听，你著讲袂出来啦。我来讲袂出来。你独立我看卖啊。无第一项就是台湾一定本身台湾的这个意见一定爱一致嘛。我
就含你袂一致内啊，才有办法合外啊。我袂当含你一致啦。最后，市长反问议员谢良介反对台独的原因到底是啥物？但说比议员要求甲市长交换位置，但颠倒被市长扣死。你去啊！这是经过选举。我问咧，我遐嘛经过选举，我跟你讲，你要做市长还阁早咧啦。我嘛经过选举，哈，你要做总统嘛也阁早咧。无要紧，无要紧，大家再看卖嘛。但新闻站山郭博弈采访报道。有关办公税调整所增加税收将用伫交通、教育、甲地税等等。不过，议员林彦就指出，短期6档内总共投入200多亿来地税，现在搁要用办公税税收，敢是代表赖市长即前较大地税破功。针对办公税调起所增加的税收，有一部分将要摕来作为地税经费。议员林彦就指出，为民国100年到106年地税的经费，暂时就编列90亿，加上中央补助，总共200多亿。至于现在税收增加的部分，搁要摕来地税，是不是代表着市长执政这几档地税破功？200多亿，虽然这里面有120几亿是中央的钱。但是这也是人民的纳税钱。假如说今天你增长了房屋税，又说用在治水的方面，我说实在的，那代表市长治水破功了哦。议员接续落来表示，现在唔若办公税调起，就连私立幼托的学费也袂对得起。电市300多间幼托当中，就有80多间咧起价，相关甚至起到25%，互少年人负担愈来愈重。教育局市长。我说实在的，你要叫这些年轻人该怎么办？我们涨房屋税来补助他，让他少负担。可是呢，哪有少负担？这变加重的负担呐，市长。加重的负担，你说用在涨老师，因为一例一休的问题，涨老师的部分的薪资60%，但是事实上他有没有涨？教育局会知道吗？劳工局必须应该也要去查。其实我们这次调整的房屋税，很大部分也是挹注在这里。你刚刚讲的要国民义务教育要下降到3岁，这个我们会在行政院来反映。对着议员建议将国民义务教育的年龄层下降到2-3岁的意见，市长赖清德这是表示会到行政院大为欢迎。但新闻站山郭博弈采访报道。台南高分检结合分家南检警调以及海巡等客栈毒品的主要部队，想举办区域联防会议，希望加强因甲基层环境之间的联系，通力合作来全力稽查。行政院订定新世代反毒政策，要求各地方单位动起来，要来全面清查毒品。上午台南高分检就召开区域联防防治会议，运用专责分区的方式，佮加上要增加各单位之间的连结，要来共同打击毒品犯罪事件发生。那毒品犯罪，我想大家都非常的清楚，它不是单一的，因为毒品它会衍生其他的犯罪，窃盗、强盗、其他的暴力犯罪。那另外烟毒犯他这个人他也不是影响他个人而已，他还会到影响整个家庭、整个社会，甚至到我们整个国家。所以这个毒品这个工作目前政府也觉得非常的严重。我们一定要能够想办法，怎么样子从这个缉毒、从教育先导部分，还有阻截在境外，还有从这个防毒的部分、反毒的部分。那另外就是查缉，查缉了以后还有戒治的这一部分，那都相当的重要。本次会议将要整合查毒品的大方向政策，佮邀请各区的司法以及警察机关，针对各区域无同款的地理环境、人口结构、经济活动等等的层面，做政策的细节修正，并加强来执行。台北新闻网找采访报道。为了让台主高中的篮球队有一个完善标准的练球空间，学校透过立委陈天辉等协助，希望当将学校的服务球场改成室内多功能练球场。而且下晡，立委陈天辉邀请体育署长等人到学校会勘，会中已经初步达成改善球场地面的共识。
台中国中男女篮球队成军以来参加全国性比赛，拢得到真好成绩，但是练球却无标准场地，时常学校拢爱四季开车借场地练习。而且虽然学校有风雨球场，但是地面是暗土，落雨以后容易积水，不适合学生伫练球时受伤。对此校长透过立委陈天辉反映，希望当争取风雨球场进行改建。新营太子国中他在篮球的成绩非常的好，不论是我们的男选手或是女选手，基本上他们达到成绩都非常优良，包括我们的这个男子组都拿到甲组冠军，那我们的女选手也拿到第3名，所以我们觉得说太子国中在地方还有议员的支持之下，都是用心在整个篮球的运动当中努力。那现在因为在103年，我们有透过体育署，也是我向体育署争取一个500万的风雨球场。那现在因为他们希望说可以再把它往上提升，变成是综合球场。那现在我们就希望说，市政府跟学校是不是可以把它拟定一个专案计划？因为它这个还有所谓执照问题。所以，如果说执照问题没有解决，怕说未来还有所谓室内装修等等，一些没有办法在经费当中或是一些实质的行政程序当中去解决。台中国中风雨球场是伫民国103年争取体育署经费补助兴建，但是考虑现在篮球队的规模甲练习的需求，学校希望改建成室内球场，但是体育署长亲自会看以后认为。改建开设中央甲地方配合的经费，而且后续维护管理等等因素，所以初步也是以改善球场的地面作为优先。体育设施更新啊，或者说要补强的那一部分哈。那我们刚刚也去看了那个工程国小，是工程吧哈？工程国小，那就发现那个跑道真的是隆起了，那个已经不堪使用了。那我现在是来这里看这个风雨操场的使用情况。那如果我们觉得说有急需要改善的部分，那我们体育署一定会来协助的。校方希望将风雨球场改建成室内多功能的球场，但是因为场地使用执照变更有一定的天数，后续如何改套，得看市府的规划。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先听阮这个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前面人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是开车门，两段是开车门，两段是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3次。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为了让台湾老人透过社会参与得到成就感，同时让家庭的照顾者有安心停困的机会，台湾市政府社会局以过去的经验甲基础呢，成功推动长照2.0的社会整体照护，希望达到社区预防保健、在地老化加健康老化。80岁的陈贝贝患有轻度失智症，白天大多时间独自在家，所以家人不放心，中午都会抽空赶回家送餐的情形，其实是很多家庭的写照。尤其大台南合并后，老年人口由12.5%增加为13.5%，大约25万人所衍生失能、失智个案不断增加，相对市民对长期照顾的需求日趋增多，所以让老人可以就近参与巷弄长照站的健康促进，
享受声音治疗和体适能活动，亦或签订零短托契约，对延缓失能、失智都有明显效果。看得出陈婆婆家人已经很放心，每天都很感恩大家到巷弄长照站和大家一起活动用餐。一想到这儿，步伐也更加轻盈。现在到美佑来这个政府参加这个政府长照2.0计划之后啊，比以前也改善多了。之前在家里常常都会吵着说要出门去走一走，现在比较少了，因为每天礼拜1、礼拜5都来按时来跟报道，学一些东西，所以对我爸爸的一些生活改善比较好一点。台南市目前37个行政区，依照各区不同特色、人口结构及发展经验，共需建置37个 A 级社区整合型服务中心、64个 B 级复合型服务中心及262个 C 级巷弄长照站。值得欣慰的是，台南市已经拥有26家日间照顾中心和376处社区照顾关怀据点。不只是全国数量最多，也是发展长照2.0最宝贵的基石。其中，广布西级的巷弄长照站更有别于其他县市，有物理治疗团队的资源来投入居家与社区复健服务，避免看似简单的运动却造成拉伤，让每位长者借此融入多彩多姿的社会。包括说我们可以做运动修改的方式以外，其实我们还可以带领他，让我们的长者有快乐学习，然后就是让他想要来我们这边的社区，然后参加那个社区巡回服务这样子。老是人生不得不面对的课题，而且老的尊贵在于智慧累积的呈现。所以，如何老的有价值，让老人生活除了晒太阳、话家常以及忆当年以外，是否还有一些事情可以防止老化，让下半人生精彩度过？虽然顶着烈日，长辈们背着自己手做的专属书包上学，除了满满的成就感，更是一下子年轻不少。而且书包当中还有个人的学习护照，记录上课的点点滴滴。开始。黑皮学员从开课至今安排多元活泼的课程，以东关为例，今天上的是大脑学堂，在健康照护顾问和志工的协助下，设计预防失智的高龄桌游，让学员上得不亦乐乎。确实，台南市社区关怀据点转型黑皮学员日渐脱老，进一步成为巷弄长照站，以在地特色创造属于65岁以上社区老人的学习和共餐环境，颇受欢迎。不时可以看到长辈流露出 happy 学习、灰熊快乐，其中更有高龄93岁仍然耳聪目明的夏奶奶。这种尊重的爱是不容易得到的。这是我的个人的感受，我们的社会啊，对我们这个老人啊，实在是太好了。咱家己内底就无出门，即摆有出来食，拢有出来，出来食较娱乐较好，生活较日过日快快乐。开设当天，社会局刘淑慧局长也到场一一关心问候，除了和长辈们一起用餐，还贴心夹菜给大家，场面相当温馨。我们已经拥有目前是全国数量最多的社区关怀据点，另外还有拥有全国最多的日照中心。那我们也打造了40个日托老的一个据点，能够让我们的长辈感受到在台南是共好共老的幸福城市。台南市以长照1.0的评比荣获全国第1的经验，持续推动长照2.0，除了达成用得到、看得到、找得到的3项服务目标，更希望落实最有爱心、最有特色和最佳合作的3大功能。
昆山科技大学餐饮系学生伫今年度参加泰国国际厨艺比赛，结果伫15个国家超过1300多名选手当中，总共摕到7面金牌、2面银牌等优秀成绩。竟伫全球只有10座的上冠任务当中，摕下3座的杰出表现。以埃及作为主题风格，遮尔气派的翻糖蛋糕，无论是外形或者是细节，拢非常完美。也因此得到翻糖类唯一的1面金牌。要将安尼的作品运送到泰国呈现，老师甲制作学生拢开了非常多新客去执行。我们这一座埃及艳后是分糖类里面唯一的一座金牌。我们这个比的项目里面它有分成很多啦那我们是分糖的唯一的金牌，最高分这样。OK， 那我们这次的比赛就是说，其实去国外比赛就是克服了很多问题啊，包括水土不服啊，然后要如何把作品运送出去，然后还要保存完整，然后去那边如何组装等等。所以选手其实在这一路上啊，跟我们就一起这样子克服了很多的难关这样。但是我会想要创作埃及后，是因为觉得埃及本身是一个很有黑暗，然后神秘文化的主题，然后用翻糖可以完整的表现出这个艺术作品的感觉，所以我就做了。困难度是人形也不好捏，然后吊饰方面也是很难做，因为这些都是一根一根搓出来的。另外，伫咧主角的部分，学生也展现了显目的成绩。其中1年的丁连华同学，打破一般作品呈现的方式，大胆使用特别的食材，一届就下下2座小金人，是校方专力栽培人才。比赛的部分，大家都会以安全牌做考量。那我这次有尝试比较不同的元素，那我找到一些比较特殊食材。那我想说这次来试水温，那就是我会以比较特殊食材来做考量。学生除了在做菜以外，他的服装仪容，包含说他的前置备、食材前置备等等，这个都是评审他对于这次比赛评分要点之一。因为除了做菜以外，学生在做的时候，它的整齐度、它的流畅度，以及对食材的温度、出菜的速度等等，这都是列在评分。那这次学生他们都有做到位，而且在练习的时候，比赛的时候呢更加的，更表现出比我们预期更好的，所以他们这次成绩就是会比我们预期更好。对，将温度控制好，再加上林卡的双手，伫咧现场来表演的拉糖，嘛是得到金牌学生。昆山科大餐饮系近年来积极参与国际上的比赛，也创下侪好成绩，为学校争取公赢。台南新闻网郑浩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详细的天气变化。明仔是好天有时侪云天气，温度28度到30度，未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介绍收看台湾8岁中嘉台电新闻，咱再会。呀吼哎呀咿呀吼哎呀咿呀吼哎呀。